食粒3號波銀杏白果，再嚟個桃之夭夭8號波，之後隻俏皮天兔雖然遠距掠過，但係成個萬宜水庫又想車埋嚟冚北風喎，對香港有咩影響呢？計埋銀杏同桃之，香港喺2024年11月足足扯咗3次波，係自1917年數字風球設立以嚟首次啊！唔止係咁，連埋天兔呢個11月有成4隻風一路向西插到入嚟南海北部，係天文台自1961年有記錄以嚟首次噶。咁點解佢哋喺深秋都仲可以一個接一個咁懟埋嚟嘅呢？呢條片係由日本實嘉棉商務安全套贊助播出，用安全套梗係幸福之0.01啦。正常嚟講，呢一碌被視為係天然力場嘅副熱帶高壓脊，喺深秋嘅勢力通常偏南，冚住菲律賓以東嘅暖海水啦，而且會開始俾向南波動嘅西風帶周不時打斷，所以就算生得成風暴啦，多數都向西吹去越南，又或者喺遠洋提早轉向。不過天文台話，2024年11月嘅上旬，呢一碌副熱帶高壓脊唔止比正常強啦，亦都偏北同向西面懟，冚唔住菲東嘅暖海水，結果就一嘢爆咗4個迷你風暴出嚟，佢哋仲俾高壓脊帶佢懟向西面，入到南海北部啊！其中隻萬宜18號佢就行得比較西面，天文台預測佢到 U 式轉向，19號朝以強烈熱帶風暴級別喺香港以南400公里左右掠過。睇翻佢烈風圈半徑啦，18號嘅下晝得170公里闊啫，強風圈都唔夠400公里闊噶。雖然電腦預測萬宜同東北季候風夾擊有一條深紅色嘅烈風帶出嚟，不過就覆蓋唔到香港。美國氣象部門都有類似預測噶。天文台就預測19同20號香港得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啫，而且因為偏北風會受地形遮蔽啦，廣泛地區持續吹到強風嘅機會較低。講到明，除非萬宜偏北行或者比較強咁挨埋嚟，否則3號波嘅機會較低啊！但係住喺沿岸低洼地區嘅人都要小心喎。18同19號嘅夜晚可能會輕微水浸啦。事關呢2晚撞正天文大潮，強風仲會將海水推向岸邊，令本來嘅高潮更加嗨。而且萬宜可能名副其實帶嚟顯著嘅雨量。天文台預測19號有幾陣雨，雨勢漸漸頻密同有狂風，20同21號仲間中落下或者係落幾陣添。咁都未止噶，市區氣溫喺呢2日朝會跌到18度，北區打鼓嶺可能得16度噶。陰雨濕涼加上大風，容易帶走體溫，令人感覺更加涼啦噃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歐洲電腦模式預測月底可能會有寒流襲港，市區氣溫連日跌穿12度。不過美國電腦模式就唱反調啦，估18度已經係最低，冇寒流。加上預測低溫率咁闊，似乎都仲未好信得過。天文台暫時預測27號市區氣溫跌翻去19度啫，大家就要觀望下個預測會唔會再調低啦。記得 CLS 條片，之前我哋繼續出